大家好，我是唐医师，欢迎回到我们的健康专栏。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与大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是许多人每天起床后第一件必做的大事。我知道很多朋友都有这样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天清晨，当你在睡梦中睁开双眼，从温暖的被窝里爬出来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别的，而是步履蹒跚地走向厨房，煮一壶热水，为自己冲泡一杯热腾香气四溢的咖啡，或者是一杯浓郁的热茶。为了什么呢？理由很简单，也很直接，就是为了醒脑。许多人都会觉得，这清晨的第一杯咖啡就像是启动身体机能的开机仪式一样神圣且必要。如果没有喝下这一口，大脑庞佛还处于待机状态，整个人浑噩云里雾里，根本无法清醒过来面对新的一天。然而，身为一名医师，今天我必须非常严肃且正式地告诉大家一个医学真相。你以为这杯咖啡是在帮你提神醒脑，但实际上，如果你选错了时间点，也就是在刚起床刚下个特定时刻饮用这杯咖啡，可能正在敲窃。请不要觉得我是在危言耸听或故意夸大其词。大家不妨仔细回想一下，或者观察一下身边有这种习惯的朋友，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你越是依赖着早起的第一杯咖啡，越是在刚起床时大量饮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如果不喝，就会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和虚脱，甚至即使你喝了，效果加不如前者最越。往往到了下午1、2点钟，那股强烈的睡意和疲倦感就会像潮水一样袭来，挡都挡不住，眼皮重得像挂了铅块一样。这究竟是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生理讯号，它在告诉我们，你体内的皮质醇 cortisol 节律已经彻底乱套了。提到皮质醇，可能很多关注健康资讯的朋友都听过这个名词，甚至对它有一些误解，认为它是一种坏东西，是让人焦虑的压力荷尔蒙。但事实上，皮质醇是我们人体内最天然、最珍贵的提神剂和能量源。如果你不了解它的运作机制，甚至因为错误的喝咖啡习惯而干扰了它的正常分泌，那么后果绝不仅仅是精神不济、能量得落这么简单。它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让你发现自己明明吃的不多，却很难减肥，肚子上的游泳圈越来越大，血压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忽高忽低，晚上明很累，却翻来覆去睡不住，白天又怎么都睡不醒，甚至连脸部的皮肤会变得松弛下垂，老化的速度越来越。因此，今天的这篇内容非常重要。这个不仅仅是关于能不能喝咖啡的问题，这是一次引导大家重新认识并掌管我们身体电池管理系统的深度课程。接下来我将会一步步的为大家抽丝剥茧，解释这个皮质醇背后的秘密，告诉你为什么早上乱喝咖啡会伤害身体，以及如果你已经感到疲惫不堪，该如何把这个悖乱的节律调整回来。首先，我们需要从医学的角度深入了解一下皮质醇到底是什么。皮质醇其实是由我们肾上腺分泌的一种非常关键的激素，它的主要功能是帮助身体应对各种压力，同时调节血糖、血压和能量代谢，赋予我们活动的力量。在正常健康的状态下，皮质醇的分泌并不是随机的，而是遵循住一个非常严格且固定的模式，它会随着一天时间的推移而产生高低起伏的变化。在医学上，我们称之为昼夜节律 circadian rhythm。经过数万年的演化，人类的身体已经适应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自然规律，皮质醇的分泌也是完全配合这个天然节律在运作的。让我们来看看它一天的旅程。在清晨，当天空刚露出于肚白，大家准备起床的时候，皮质醇就开始上工了。特别是在你睁开眼睛、苏醒过来的最初30到45分钟内，皮质醇的分泌量会像火箭发射一样迅速飙升，直冲到一天的最高点，迅速飙升。
这个现象在医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皮质醇觉型反应 （cortisol awakening response）。为什么它要冲得这么高呢？这其实是身体的一种保护机制，目的是为了瞬间把你从睡眠中的低耗能模式拉回到清醒状态的高效能模式。它会帮助稍微提升你的血糖，将血液供应到大脑和肌肉，让你能够集中注意力，同时告诉身体：嘿，伙伴，天亮了，该去打猎了，该去工作了，该开始新的一天了，该去工作了，该开始新的一天了。所以早晨皮质醇升高其实是一件大好事，它是我们自带的天然兴奋剂。接触到上午时段，在整个早晨皮质醇会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这样当你在工作、去市场买菜、做饭、照顾孙子，或者是去公园散步时，你才有足够的精力和体力去应对。然后到下午和傍晚，随着一天的任务逐渐完成，皮质醇的水平就会一点滴慢慢下降。到了晚上，当夜幕低垂，皮质醇必须降到最低点。为什么必须要低呢？因为如果它不降下来，你的身体就无法进入放松状态。只有当皮质醇退场了，另一种重要的睡眠荷尔蒙褪黑激素 melatonin 才能顺利登场，让你产生睡意，进入深层睡眠修复。到了半夜是皮质醇绝对值最低的时候，这时身体正在进行深度的细胞修复和清理工作。大家听听看，这是一条多么完美的曲线啊！有高有低，有张有弛，配合得天衣无缝。但是如果这个节律被打乱了，麻烦就大了。如果在早上该高的时候它高不起来，你就会觉得怎么都爬不起来，全身像灌铅一样沉重，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鬼压床般的疲惫感。如果在晚上该低的时候它降不下去，你就会躺在床上像监狱一样翻来覆去，脑子里的思绪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停不下来。虽然身体已经累瘫，但精神却已垂两瘫。这就是典型的皮质醇失调。这绝非小事，这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哎呀，唐医师，我不懂那些复杂的医学指标，我怎么知道我的皮质醇是不是乱了？别担心，我为大家整理了5个非常直观的自我检测点，请大家现在就花1分钟时间回想一下自己过去1-2个月的身体状况。如果在以下这些情况中你中了1条、2条，甚至是3条，那你真的要提高警觉了。第一，看脸和肚子。你最近有没有觉得脸部特别容易浮肿？尤其是早上起来，眼皮肿得像和桃脸圆得像满月一样，甚至出现了医学上说的满月脸。而且明明您也没有吃很多肥肉或油腻的东西，但肚子上的那圈肉就是拼命地往外长，腰围越来越粗。这种四肢可能不胖，但为独肚子大的中心型肥胖，就是长期高皮质醇最典型的特质。因为皮质醇倾向于把脂肪堆积在腹部内脏周围，第二，看情绪。你最近是不是脾气变得特别暴躁？遇到一点点不顺心的小事，火气就压不住，直接爆发出来，或者情绪特别低落，动不动就想哭，看什么都烦，对什么都提不起劲，甚至感觉脑子转不动，记忆力变差了，常常忘东忘西，脑雾感很重，这都是神经系统受到皮质醇干扰的表现。第三，看肌肉和疼痛。你明明没有做什么重体力劳动，也没有剧烈运动，但就是觉得肩膀沉重，脖子僵硬，全身肌肉又酸又紧，像刚跑完马拉松一样。有时候甚至会出现不明原因的隐隐作痛或钝痛。第四，看食欲。这点非常极端，
要么就是食欲突然变得超级好，无时无刻都想吃东西，而且特别渴望那些重口味的、咸的、甜的、油炸的食物，控制不住地暴饮暴食；要么就是完全没有胃口，看什么都觉得没味道，吃不下饭。这两种极端都代表压力荷尔蒙在作祟。第五，看睡眠，这点最准确。早上起不来，我们称之为启动困难；晚上睡不住，这叫夜间皮质醇升高。典型的早晨疲劳，夜间亢奋。如果你中了这几条，那么基本上可以判断你体内的皮质醇已经不再听从大脑的指挥了，它可能正处于一种瞎指挥的混乱状态。好，现在我们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既然皮质醇在早上自然升高是为了帮我们醒脑，那这时候喝咖啡不是锦上添花吗？为什么医师你会说是大错特错呢？这里有两个核心原因，是所有中老年朋友甚至是年轻朋友都必须深刻理解的。原因一，咖啡因的运作机制其实是欺骗。咖啡之所以能让你感到有精神，是因为它含有咖啡因。咖啡因在我们大脑中的工作方式，说得通俗一点，非常像一个诈骗集团。我们的大脑在运作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叫做腺苷 adenosine 的物质，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身体运作后产生的疲劳垃圾。这个垃圾堆积的越多，你就会感到越困倦。当咖啡因进入大脑后，它并不是去帮你清理这些垃圾，而是直接去堵住接收垃圾信号的受体。这就像是你把家里烟雾侦测器的警报喇叭给塞住了，虽然你听不到警报声了，觉得好像没事了，但火还在烧，疲劳还在，腺苷依然在那里不断堆积。等到咖啡因的药效一过，大约几个小时后，那些积压已久的腺苷就会像溃堤的洪水一样瞬间冲过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早上喝了咖啡，到了下午2、3点会突然觉得断电般的死气沉沉，累到不行。这就是到了该还在的时候了。原因二，火上加油，打乱节律。这一点更为关键。在早上刚醒来的半小时内，皮质醇源本就已经在努力地往上爬，这是身体自己在踩油门。如果在这么关键的时刻，你又灌下一大杯浓咖啡，咖啡因会强烈刺激肾上腺，强迫皮质醇飙升得更高。这像是一辆车已经挂了高速档，在全速奔跑，你却非要在后面再狠狠踹它一脚，结果会怎样？第一峰值过，高皮质醇直接冲破天花板，导致你出现过度兴奋、焦虑、心悸、手抖等症状。第二，节律延迟。身体侦测到外界的刺激这么强，就会想，哎呀，既然外源这么强，那我自己的调节机制就休息一下。结果导致原本应该在上午慢慢下降的皮质醇，因为这杯咖啡的干扰，一直维持在高位降不下来。第三，恶性循环。这种人为制造的强刺激，对于那些原本身体就比较虚弱、睡眠品质不好，或者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中老年人来说，根本不是帮忙，而是透支。你是在预支明天的精力来填补今天的坑，而这个坑只会越填越大。所以请大家务必记住，早起的第一件事，绝对不要立刻喝咖啡。事实上，皮质醇失调不是1天2天造成的，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医学上，我们将其分为3个阶段，大家可以对照看看自己处在哪个阶段。第一阶段，警报期 （alarm stage）。这个时候，身体还在死撑。当身体初次面对压力，无论是心理压力还是疾病压力，皮质醇的反应会非常强烈。稍微有一点小事，皮质醇就飙高，你会觉得容易心慌、焦虑、脾气急躁，晚上失眠，并且特别想吃重口味的食物。
这时候你的身体虽然还能撑得住，但其实已经在透支老本了。第二阶段，抵抗期 resistance age 开始变得迟钝。如果压力持续存在，身体就会觉得，哎呀，我受不了每天都这么高强度了。于是皮质醇的曲线开始变形，早上的峰值变低了，晚上的低谷却变高了，曲线变得越来越平坦。这时候你会觉得早上怎么都醒不过来，白天整个人没精神，晚上睡眠质量极差，身体的代谢也会跟着变慢，血糖开始忽高忽低，不听使唤。女性朋友可能还会经历更年期症状加剧的情况。第三阶段，耗竭期 exhaustion stage， 这就是全面罢工的阶段，也是最可怕的阶段。经过长期的折磨，身体的军火库已经空了，肾上腺已经疲惫不堪，无法再正常分泌皮质醇，曲线变成了一条死气沉沉的直线。这时候你是彻底燃烧殆尽 burnout 了，免疫力直线下降，动不动就感冒发烧，全身到处都痛，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甚至出现忧郁的迹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肾上腺疲劳的晚期。那么究竟是谁把大家推到了这一步？你可能会说，我退休了，没老板骂我，也没什么压力啊。朋友们，其实生活中那些隐形压力才是最致命的杀手。除了喝错咖啡，还有4个因素也是导致大家皮质醇失调的罪魁祸首。第一个因素是乱吃，很多长辈早餐喜欢吃稀饭配酱瓜、面筋，或者是馒头加蛋。这些在台湾非常常见的早餐，其实大部分都是精致碳水化合物。吃完之后，血糖会咻的一下飙升，然后2个小时后又砰的一声跌落谷底。这种血糖的剧烈波动对身体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压力讯号，迫使皮质醇必须出来救火，长期下来胰脏和肾上腺都受不了。第二个因素是久坐。现在大家退休了，是不是经常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看就是一整个下午？研究发现，久坐不动的人在面对压力时，皮质醇的反应会更强烈，而且很难降下来。长时间坐住其实是一种让身体感到恐慌的状态。第三个因素是手机和电视的资讯轰炸，很多长辈现在也变成了低头族，晚上躺在床上还在滑手机、看短影音，看那些充满争吵的政论节目，或者是剧情狗血的8点档。手机荧幕的蓝光以及那些让人紧张、愤怒的内容，都在告诉大脑，现在不安全，千万别睡。这时候皮质醇怎么可能降得下来呢？第4个因素是熬夜。明明已经困了，却坚持要再追一集剧，或者再滑一下手机。一旦错过了那个睡眠窗口，身体就会误以为你要熬夜战斗，于是被迫再次释放皮质醇来支撑你。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累过头了反而睡不住。说到这里，可能有些人还是不以为意，觉得累就是累点，没什么大不了。但我必须郑重地告诉大家，如果你不重视，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如果皮质醇长期失调，它会引发一系列恐怖的连锁反应。首先，糖尿病敲门。为了应对压力，皮质醇会不断刺激身体产生葡萄糖，升高血糖。长期这样下去，胰岛素就会罢工，产生胰岛素阻抗，这就是第2型糖尿病的前奏曲。很多常备的糖尿病不单单是吃出来的，更是累出来的，焦虑出来的。其次，免疫系统崩溃。皮质醇具有抑制免疫系统的作用，
短期内它可以抗发炎，但如果每天都维持高水平，你的免疫系统就被压制住了，后果就是流感一来你壁中，或者容易长皮疹、过敏，身体里的慢性发炎怎么都好不了。再者，荷尔蒙大乱，皮质醇和我们体内的性激素、如此激素一固酮使用的是同一种原料，如果身体只顾住制造皮质醇去抗压，那就没有原料去制造其他荷尔蒙了。所以很多女性朋友更年期症状特别严重，男性朋友体力衰退特别快，都与此有关。最后的大脑损伤，高浓度的皮质醇会毒害我们大脑中的海马回，那是管理记忆的中枢。所以压力大、睡眠差的人，记忆力衰退得特别快，这甚至会增加未来罹患阿兹海默症、失智症的风险。好了，讲了这么多危害，我们必须要给出解决方案。如果你的皮质醇已经失掉了，还有用吗？当然有，只要你愿意改变。人体的自愈能力是惊人的。我将分享5个简单且有效的方法，请大家从明天早上就开始执行。方法1：咖啡换个时间喝。既然不能一早起床就喝，那什么时候喝最好呢？请记住这个黄金法则，起床后90分钟再喝。例如，如果你早上6点起床，那就等到7点半或8点再享用那杯咖啡。为什么要等？因为我们需要给身体1个半小时的时间，让皮质醇自己慢慢爬升，爬到顶峰，完成它的开机任务。等到它开始自然下降的时候，你再用咖啡来推它一把，接力续航。这时候，这就是一种平滑的接力，而不是暴力的干扰。这样喝既不伤身，提神效果更持久，也不会引起心悸。另外，中午12点以后尽量不要再喝咖啡了，别让咖啡因耽误了你晚上的好睡眠。方法2：必须见光。早上醒来千万别窝在昏暗的房间里，拉开窗帘，让阳光洒进来。如果可以，去阳台站一会儿，或者下楼去公园散步。眼睛接触到自然光，是在给大脑发送讯号，天亮了，该运作了。这能最有效地校准你的生理时钟，帮助早晨的皮质醇正常升起，也为晚上的睡眠打下好基础。方法3：动起来，但别太猛。早晨进行快走、慢跑或者做操。运动可以帮助身体消耗多余的皮质醇，但是如果你已经觉得很累了，千万别做那些让你气喘吁吁的剧烈运动，那反而是一种压力。我推荐大家做最近很流行的超慢跑，或者是打太极拳，让身体微微出汗，感觉通体舒畅就够了。方法4：学会暂停。这一招特别适合容易焦虑的朋友，每天给自己留几个空白时段，哪怕只有5分钟也好。关掉电视，放下手机，静静地坐住，闭上眼睛，做深呼吸，吸气吐气。当我们放慢呼吸速度，身体就会接收到现在很安全的讯号，皮质醇就会乖乖地降下来。冥想发呆其实是最好的降压药。方法5：找些身体的好帮手。如果你真的觉得很难调整，可以考虑咨询专业医师，在医师指导下使用一些天然的食应原。在营养学上，这很受欢迎，像是南非最佳、刷干达、红景天、人参等植物萃取物，它们就像是身体的避震器，帮你双向调节，压力高的时候拉下来，精力低的时候提上去。当然，食用前务必咨询懂营养的医师。最后，我想分享一段我的个人经历。我也曾经是一个工作非常忙碌的人，以前总觉得自己年轻，硬扛住。后来身体真的垮了，严重失眠，3天2头感冒。我是怎么好起来的呢？其实就是把生活的节奏慢下来，
开车赛车的时候，我不焦虑，不急躁，听听音乐或者什么都不想，放空自己。吃饭的时候，不看手机，专注地咀嚼每一口食物。睡觉前补充一烟镁，做伸展操。哪怕每天只有30分钟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不想孩子的琐事，不想家里的杂物，只是安静的陪伴自己。慢慢地，你会发现，那个充满活力的自己又回来了。好了，朋友们，说了这么多，最后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点，不是不能喝咖啡，而是不要一睁眼就喝。请务必等到起床后1个半小时，等身体天然的能量棒皮质醇过了高峰期再喝，这样既提神又不伤心脏，更不会打乱你一整天的节律。第二点，别把累简单地当成没睡好。如果你发现自己长期早上起不来，晚上睡不住，而且肚子上的肉越来越多，这很可能不是因为你懒，也不是单纯的老化，而是身体的皮质醇节律乱了。这时候千万别硬撑，别指望喝更浓的茶来提神。你需要的是晒太阳、深呼吸，甚至去医院检查一下这个压力荷尔蒙，找到根源再调理。第三点，这是我要特别提醒长辈朋友的，在松与动之间找平衡。退休了最容易犯2个极端的错误，要么整天坐住不动看电视，这是久坐伤身，压力荷尔蒙降不下去；要么太过逞强，明明很累了还坚持爬山暴走，这是过度透支。最好的养生是上午动一动，见见光，午后静一静，少喝茶。顺应身体的脾气，身体才会顺你的意。第4点，生活中的隐形压力最伤人。少吃稀饭配酱、瓜这类高升糖早餐，多吃点肉、蛋和蔬菜。少操心那些没用的闲事，多做深呼吸。到了这个年纪，我们不比谁更有钱，也不比谁的孩子官做得大，我们比的是谁的身体更健康，谁的生活品质更高。希望今天的这支影片能帮助大家找回失去的健康节律。哪怕你只记住了一点，早上喝咖啡推迟90分钟，只要做到这一件事，你的健康就能迈进一大步。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不吝给我们点个赞。如果你身边也有爱喝早茶或早咖啡的朋友，请务必把这支影片转发给他们，让我们互相提醒，一起保持健康。我们下支影片见。